好多名人校友有好心。香港演藝學院40週年香港製影視展2025節目啟動禮於今日3月17日假香港會議覽中心展館賀1熱香港演藝學院展委中經已順利舉完畢，出席包括香港演藝學院榮譽博士洪金寶生、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謝君豪先生及鄭寶導演擔任特別主禮嘉賓，後任校長陳仲英教授同多位香港演藝學院的知名校友出席活動之學院，當中包括吳偉倫先生、陳詠燊先生、趙善恒生、彭秀慧小姐、翟海泰先生、凌文龍先生、吳兆軒生、岑君西小姐、林善先生、鄧學倫先生等一同見母校的成長和展望未來。活動期間進行了主題於表演藝術家的自我提升的對談，由毒舌大狀偉倫導演主持，訪問3位特別主禮嘉賓洪金寶、寶瑞、謝君豪，談及各人對於演藝學院培訓的人於真正工業實踐之時的幫助會有多大。